后来台湾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，世界各国嘛是同款的状况。美国的研究，全球的生育率为1950年到2017年已经减一半。尤其像日本、英国等等23个国家，到21世纪的尾期，人口数会大幅来缩减，这嘛是全世界拢爱重视的议题。 囡仔是咱的宝贝，但是伫台湾想要生囡仔的人愈来愈少，当年的出生率一直落降。对于108年175000个新生仔，今年可能无到17万人。全球每一个国家其实嘛是拢有同款的情形。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的研究，伫1950年，女性平均是生4.7个囡仔，但是到2017年，敢若剩2.4，减一半。这篇发表伫医学杂志的研究嘛认为，到2100年 就会变成1.7。每一个国家的人口，离21世纪尾期拢会减少，包括西班牙、日本在内23个国家人口拢会减半。印度嘛会取代中国，变成是全球人口上济国家。应该如何面对出生率减少所产生的种种的问题？这是每一个国家拢需要重视的议题。